包括西队的总冠军的教练团选手莱恩、甲 Unigirl 以及鱼头军、丁仁娥，做伙坐伫个台南市的商店观光巴士，对体育场出发。第一站来到安平开大天乐宫，沿路有人放炮啊，热烈来欢迎。离安平开大天乐宫的庙埕更加客满游客，甲统一狮的球迷热情来欢迎。球队总经理甲教练团的带领，所有球员先伫个庙前甲庙方人员来翕相留念，随后进入庙内来参拜。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到我们天后国法院，因为今天我们为台南拿下这3冠军了。统一狮表示，因为今日车伫个开赛进前，就有到安平开大天乐宫来参拜。这届摕到总冠军，第一件代志就是来兴愿，并且感谢庙方对球队的支持。接续球队嘛继续前往台南美术馆的旅馆甲棒球场举办感谢球迷见面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